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11月8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 BBC 網站嘅消息。第一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接連發生監獄錯誤釋放事件，涉及性犯罪者等罪犯，引發公眾關注，政府被指控失職。第二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內政大臣馬曼婷效訪丹麥，計劃收緊移民同庇護政策，旨在減少移民誘因同加快驅逐非法移民。第三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伯明翰市中心發生無端襲擊，一名女子頸部被刺傷，生命垂危，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調查事件起因。第四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藝人 Davina McCall 自揭乳癌手術，鼓勵女性定期檢查，並感謝皇家馬斯登醫院醫療團隊的支持。第五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前國腳祖爾巴頓因發布針對恩尼亞魯高等嘅冒犯性社交媒體貼文被判有罪，阿魯高表示司法得以伸張。第六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前 Top Gear 主持人昆頓韋爾遜逝世，享年68歲，家人讚揚其為真正嘅民族英雄同消費者冠軍。第七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East Sussex 郡 Crowborough 鎮居民抗議政府安置尋求庇護者，居民憂慮安全問題。第八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一項降低乳牛甲烷排放量嘅飼料添加劑試驗結束 Olive Foods 審閱測試結果，關注動物健康問題。第九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East Calfriars 校長性侵案，家長指控10幾年前曾向 Gwynedd 郡議會反映疑慮，但未受重視。第十則新聞 BBC 報導，西約克郡 West Yorkshire 伍德爾斯福德鎮 Woodlesford 發生車禍，一名78歲女士不幸身亡，警方懷疑事主可能係駕駛時突發疾病。第11則新聞 BBC 報導，美國女子 Megan Garcia 向 BBC 講述佢嘅兒子 Sewell 受 Character AI 嘅聊天機械人影響而自殺身亡，事件揭示聊天機械人可能帶嚟嘅潛在風險。第12則新聞 BBC 報導，多份報章報導 AI 科技股下跌，以及聲稱係 Madeleine McCann 嘅女子被判有罪。另外，英國財相李允晴計劃削減退休儲蓄稅務優惠。第13則新聞 BBC 報導，北愛爾蘭科爾雷恩鎮 Coleraine 發生車禍，一名24歲男子 Jamie Mitchell 不幸身亡，警方呼籲知情人士提供資料。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1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伯明翰市中心發生襲擊案，一名女子頸部被刺傷，目前情況危急，警方已拘捕一名20幾歲男子。第15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將效仿丹麥嘅移民政策，工黨影子內政大臣馬曼婷提出嘅建議引發爭議。部分黨內人士認為應更進一步。第1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名主持人 Davina McCall 自爆已接受乳癌手術，並鼓勵他人定期檢查。佢表示喺接受咗腫瘤切除手術後，心情變得更加積極。第17則新聞，衛報報導，特朗普 Donald Trump 嘅新聞秘書指責 BBC 係100%嘅新聞，並形容其為宣傳機器。相關言論涉及對 Panorama 節目編輯嘅質疑。第18則新聞，衛報報導，植物進口商表示，英國肯特郡 Kent 邊境延誤或導致價格上漲，並可能令歐盟嘅貨運中斷。第1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多位工黨國會議員去信首相，警告削減對全球基金嘅援助，將會係道德同策略嘅失敗。促請司紀賢重新考慮。第20則新聞，衛報報導，因涉及氣候抗議，環保示威者獲釋後嘅條件，限制佢哋參與集會活動。事件反映針對極端主義案件嘅限制，
引起社會關注。第21則新聞，衛報報導，前倫敦警察涉嫌喺執勤期間召妓，目前正接受調查。呢位前警員去年辭職，此前有關於其行為嘅報導，事件引發對警方性別歧視文化嘅關注。第22則新聞，衛報報導，李允晴 Rachel Reeves 被警告，削減家居保溫嘅資金將會危及英國氣候目標，並可能損害低收入家庭。能源公司、慈善機構同環保組織聯合呼籲，促請財相停止削減開支嘅短視行為。第2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唐寧街 Downing Street 嘅拉里貓 Larry 將會喺新嘅紀錄片中亮相。呢隻貓已經喺首相府度服侍咗6位首相，見證咗英國政壇嘅變遷。第2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府計劃效仿丹麥 Denmark 嘅移民制度，但有工黨議員質疑呢個模式可能呼應極右翼嘅主題，引發社會爭議。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米德蘭之 Midlands 地區嘅錫克教婦女表示，一連串宗教襲擊事件令佢哋感到恐懼，被迫改變日常生活。其中沃爾索爾 Warsaw 同奧爾德伯里 Oldbury 發生咗2宗針對錫克教婦女嘅強姦案。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26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內政大臣馬曼廷 Shabana Mahmood 計劃效仿丹麥 Denmark 嘅移民政策，以減少非法移民。丹麥 Denmark 嘅政策被認為係歐洲最嚴厲嘅之一。第27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伯明翰發生無端襲擊事件，一名女子頸部被刺傷，情況危。西米德蘭之郡 West Midlands 警方已拘捕一名男子，並呼籲目擊者提供資訊。第28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 Davina McCall 自爆確診乳癌，3星期前已接受手術切除腫瘤，將於1月接受放射治療。第29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前 Top Gear 及 Fifth Gear 節目主持人 Quentin Wilson 逝世，享年68歲，曾於1991年加入 BBC 主持 Top Gear， 其後致力推廣電動車。第30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一名男子涉嫌喺蓋特威克機場 Gatwick Airport 偷竊行李被起訴，涉及刑事毀壞，將於11月25日喺克勞利裁判法院出庭。第31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倫敦歷來首位女市長 Dame Susan Langley 於倫敦市內巡遊慶祝就職。Dame Langley 於2023年獲頒女爵士勳銜。第3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喺巴西訪問期間，選擇迴避提及安德魯王子 Andrew， 或因關注家人嘅心理健康，避免影響公務。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